台北首都旧的证券交易所已经有400年的历史啊，不过4月16日天煞是大火，规个建筑拢强要毁了了。54公尺悬的尖塔甲砖仔壁拢放弃啊，因为苏当时这栋旧建筑当日施工，这4颗位啊拢有采用过，所以消防要拍火要救灾是搁较无简单。 哥本哈根古证券交易所大火第2天，现场依然有乌烟冲出，大片的建筑外壁崩落，好在无人受伤。紧急救援服务单位指出，火是16透早为古证券交易所黄塘厝顶扑出来，烧到整座的建筑本体。消防队出动100多人赶到现场拍火，因为这栋古建筑 为要到位的400周年庆祝活动在进行维修工程，四周围拢是厝架加上同齐厝顶，消防喷的水较袂摄入去，拢互消防工作增加难度。火灾了后的第3天，消防队依然伫火场咧拍火。 Unfortunately, the wall collapsed. So this historic wall collapsed towards the canal. So nearly 50% of the walls in the fire damaged building has collapsed. So within the last half hour. 在台北国会甲政会隔壁，起伫17世纪，荷兰文艺复兴风格古证交所，以40甜美54公尺螺旋尖塔出名，是观光客前门打卡地标之一。伫1970年进前，这是台北证交所，目前是予台北商会来使用，内底佫藏几啊百件历史悠久的艺术品甲文物。 火警一发生，台北商会工作人员除了进行人员的撤离以外，上重大任务就是将馆内艺术品搬到外口。商会执行长、消防人员都连过路市民，拢出手斗相共。台北国立博物馆也出动25个专家去现场检查文物的状态。 It is our Notre Dame in Copenhagen, this, and you can never restore, rebuild, but the nation as such and our prime minister will have to make decisions about what can we do now to preserve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we managed to save. 对当地居民来讲，这场火的严重性，因讲是因甲2019年法国巴黎圣母院大火差不多多。目前导火原因还在调查，当局也讲会尽一切努力重建不幸中的大刑事，古证交所建筑的标志尖塔、4梁甜美砖塔，朝朝转转被吹掉。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